啊，到这庭院，他不就从这边游，他这里手。好吧，是吧？好，声音小一点，我妈在前面呢。你喜欢吃的？蔬菜。蔬菜我也喜欢。怎么还不来呀？我在后面去了。老头子，你今天还没来吃饭呐？没有哎。你怎么到中午还没来吃饭呢？他家里有菜，家里没菜，吃过来怎么办？你才不就是无非拿点钱来哟？买点好菜了。